敬重的弟兄们，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是咱中华中会宣告的纪念主日，高华港台，所以今日真欢喜有这个机会，搁一摆来到地永和教会，甲咱三甲来分享圣经内底的话语，嘛会当将上帝的话称做咱的敬拜，甲咱的侍奉。首先爱恭喜咱大家，因为咱大家今仔日拢对美国的王老师讲5月2是世界末日的勇敢，咱拢活过来啦所以恭喜咱大家这种末世预言上面显出人对迄个毋捌的代志、毋知的代志会惊赢，对迄个末日，也是讲将末这种想法，检测因为无了解，检测因为毋知来惊赢。总是伫即种末日的预言内底，佫显出另外一个检测是咱做基督徒爱来努力的，就是上帝的福音，迄个上帝听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互因，叫一切信伊的人为地到死，反转得到永远活。伊听世间教安尼，即个约翰福音3章16节，即个信息是毋是咱也未来教育分享所有的人？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咱所传的福音，检测也袂通教互所有的兄弟姊妹，也就是讲全世界所有的人拢来得到即个信息，来认捌即个上帝。甚至咱伫反省的中间，咱爱搁深深来想，就是讲，咱家己敢知影，咱家己敢清楚，咱咧讲，咱是听道理的人，咱听什么款的道理？即个道理的内容，咱有了解无？所以即个逻辑是安尼啦咱若毋捌咱的上帝，咱就毋捌咱的信仰，毋捌咱家己，咱就毋知咱所信的是啥物，咱家己就毋知免咱甲咱毋知的代志去传互别人，所以咱就无法度宣告，安尼福音就袂当传到普天的，互所有的人拢来了解，拢来认捌。我想咱真安全来坐伫遮，咱的确拢无受即个美国的王老师的惊吓。其实即个美国王老师叫做康平是一个牧师，是一个教派叫做家庭电台的教派的一个真资深的牧师。伊伫70年代已经捌预言过一摆，末日无来啦即摆是伊第2摆的预言啦大概嘛是搁破功所以伫即个咱的确拢无受到即个末世预言的影响，咱无啥物惊尔。因为我想咱的确拢知影，伫咱的圣经明明甲咱讲，迄个审判的日。是咱讲末日，是讲迄个基督搁再来的时，圣经明明甲咱讲只有上帝家己知尔，囝嘛毋知，神嘛毋知，就是讲耶稣家己本身嘛毋知，迄个时间以及圣神在引带咱，圣神嘛毋知，迄个确实的日子是当时，只有上帝家己知影。所以咱对咱的信仰的内底。咱知影讲，无人会当做即种的预言。若是有人敢做即种的预言，即种预言的确是错误的，的确是毋免惊吓，毋免相信。毋过，有偌尔侪人伫即摆即个末日的预言内底真惊吓。我拄则要来咱永和教会之前，我有特别赶紧要去开一个，想要知影讲，即摆毋知全世界安怎反应伫即个网络顶面有一个新闻，就是今仔日早起伫即个菲律宾，一个迄个伊莎贝拉岛有一个地震，差不多5.5级。即个地震发生的时，即个地区的人足惊吓的。因认为讲安尼即个康平即个牧师的预言实现啦所以地震所以虽然5.5级5.5级伫咱台湾人的经验内底，
5减5级，咱应该也会当承受啦吼，应该还袂行到需要走出去安尼啦吼。啊，但是伫迄个行的中间吼，造成真侪人安尼向狂走出去，一直喊喊讲啊，我这啦，我这啦，有人跪来祈祷，有人呼求上帝的名，讲审判哪会遮尔紧临到的吼，这是早起我所看到的一个新闻。所以这表示甚物？表示咱对福音的内容，咱还无够了解，所以无有宣告，无有福音就无有宣告。所以咱伫今仔日所读这段的经文内底，以赛亚书第6章1节到8节，其实咱长老教会有一个足理想的迄个礼拜的迄个模式就是讲有一个足理想迄个礼拜的形应该参像啥物形？如果咱要伫圣经找根据，以赛亚书第6章是咱迄个长老教会一直久以来100多年来，咱咧心无爱要追求得到迄个真正礼拜的形式，就是以赛亚书第6章所描写的。第1节开始，咱若是圣经内当拍开看一下，是咱已经真熟悉啊，咱回想一下。伫遐讲上帝伫迄个阳光的中间出现，上帝的身边有迄个风吹起的天使，圣经讲基路宾迄个风吹起的天使，伫伊的身边。这个天使的形状真特别身躯有几若对的翅仔，伫遐咧飞，伫遐咧唱歌。讲上帝阳光亲像迄个上帝的衫衣垂落来，充满伫迄个敬拜伊的迄个空间内底。用咱的想象，就是垂落来伫咱的圣殿的内底。上帝阳光亲像衫衣，佮充满伫即个中间。上帝阳光也伫遮，这个天使伫吟诗阿罗上帝唱和的声，充满伫迄个上帝所临在的所在。然后，迄个吟诗的声，到底遐怎形成的？圣经无特别写，毋过圣经讲伫迄个，因为吟诗，迄个阿罗上帝的声真大声，所以伫迄个空间的内底，上帝临在迄个所在内底，充满烟，充满云，有迄个看起来有物件充满，毋过你摸袂着，抓袂着。迄种的乌罗亲像安尼充满伫咱的中间。所以这个先知以赛亚看到的时阵，伊足惊吓的。到底伊有开喙无？我真爱想讲，我嘛时常有机会讲到即段经文的时阵，伫阮家己的教会、合理教会讲即段经文的时阵，我嘛有请问阮的信徒，讲你咧做礼拜的时阵，你是亲像以赛亚安尼感觉讲，你是喙唇无清气的人，佮踮伫喙唇无清气的人的中间，所以你毋敢开喙。所以我毋知影咱拄则对咱师会带领咱做伙吟诗，做伙个别信仰，做伙念启向文。我毋知咱的声音有够大声无？我嘛毋知咱咧做伙唱和，做伙启用，是做伙心内甚至咱的喙伫讲阿门的时阵，咱是毋是感觉讲咱是喙唇无清气的人，所以你毋敢拍开你的喙唇？是你感觉讲这是上帝临在，上帝临在伫咱的中间，所以咱爱亲像这个天使安尼大声来唱和，这是两种完全无共款的态度。所以今仔日这段的经文，我只有引用一节，这节就是第8节。这个第8节伫遮在讲，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治水治水要有怨气，我就讲，我伫遮通找我。这是以赛亚伊伫个看到上帝阳光伫遐行行喵蛇拍伫地面，伊家己讲我是喙唇无清气的人，所以上帝命令这风吹起的天使，其中一个用迄个火红的炭来清气伊的喙，互伊得到清气，
互伊伫咧遐来开喙演讲上帝。所以当上帝问讲，啥物人会通为着阮去？所以伊遐大声音讲通找我。你即个咱伫描述即段的经文，你讲以赛亚即个先知伊的信仰的转变，伊伫敬拜上帝中间，伊的心态、伊的心情，伊对家己的认捌、对上帝的认捌、对敬拜即项代志、对福音的内容、对所要宣讲、甲别人讲的代志，伫即个咱拄仔描述一个过程，毋过这检测是伫几秒钟的中间，也是伫真短暂的时间，伊得到转变。因为即个咱信基督，咱做基督徒，咱毋知偌久啊，的确比以赛亚伫即段中间咧描写以赛亚的迄个时间搁较久，毋知搁较久几倍、几十倍、几百倍。所以咱的确早就应该有先知以赛亚即种的经历，即种的转变。所以咱今仔日检查一点仔时间，咱要做伙来思想，做伙来效念上帝恩典怎样伫咱的中间，以及咱安怎来捌咱所信的道理，安怎来捌即个所信的上帝，安怎来认捌上帝，安怎来宣告。咱安怎正做服侍的人？安怎来参与甲上帝三同工来回应上帝的呼召？这也就是今仔日特别透过这个咱中华中会宣告纪念主这个事，咱一方面要请咱大家来关心咱中会的宣告的事工，总是也要来反省咱参与伫这个宣告。逐款的事工中间，咱的参与的情形知安怎？是毋是会通感动咱，互咱欢喜，献咱本身，献咱的气力，献咱的时间，献咱的金钱，甚至献咱的囝儿，来成做上帝的工程，来成做上帝呼召的回应。咱若是对咱中华，对台中迄个方向，要来到咱的中华，伫金马路的头咱看一个生的即个艺术品伫遐，咱毋知有人知影迄是啥物无？迄顶面有真侪个字，真侪个字，迄是一首诗。咱毋知有人知影讲迄是啥物人写的诗无？迄是咱中华一个足出名的中华人，叫做赖和所写的诗。咱毋知有人知影赖和的生日是当时无？赖和生日是5月28，咱今仔日是5月22，美国王老师讲5月21，世界末日，所以因为时间差的关系，所以有个国家即摆是5月21，咱是5月22。赖和对伫咱中华来讲是一个真要紧的人，伊是一个医生，伊要伫咱中华开设赖和诊所，后来伊搁到伫即个厦门古龙寺，伫遐捌伫遐一间叫做福爱病院伫遐任职做医生。因为迄个环境的关系，因为迄个时代的关系，搁较要紧的是，因为即个人伊真细心，伊关心伊的身躯边所发生的代志，甲伊直接的人所发生的代志。无论得时不得时的代志，无论有公平无公平的代志，无论伊看会过心，还是袂过心的代志，伊拢谨记伫伊的心内。搁较要紧的，伊掠伊做一个中华人，感觉真勇敢，掠伊的故乡做伊永远的笑脸，甲永远的疼痛。所以伊捌踮伫故乡，伊捌离开故乡，捌到伫异乡。来流浪，来工作，来看即个世界。所以后来伊转来台湾了后，转来咱中华了后，伊投入伊医生的工程以外，更较要紧的，伫迄个日本统治台湾的时代，伊投入伫迄个台湾文化协会，咱拢知影即个台湾文化协会影响台湾民主的进步，影响咱台湾人迄个智慧、财物，特别对
民主的概念迄种的知识。所以赖和先生伊是真早期，特别伫咱中华的地区，就投入伫即种关心台湾的工程的其中的一个人。后来伊真做一个真出名的文学家，真侪人拢知影讲伊是诗人，写诗的人，有真水的作品，真感动人的迄个迄个小说。总是较少人知影伊也是医生。伊用迄个医生的心情，在听台湾，在听中华。我想咱即代的人嘛，无甲输偌好啦吼，因为咱即代的人，特别咱最近做一项真好的代志，就是咱对伫迄个污染咱中华的国光照吼，咱有表示咱的意见。即摆即个足重大污染的代志，无要伫咱中华来做啦。我想这是咱中华人一个伫即阵会当感觉讲咱真阳光的一项代志。亲像安尼，咱讲做中华的人，咱踮伫中华，福音伫百几年前，甚至伫较早以前，伫迄个即个差不多16世纪的时阵，福音其实就已经来到伫咱中华，福音就已经传去到咱河美。迄个时阵荷兰人就已经捌伫河美遐，伫遐咧传福音，伫遐咧布教。咱福音